2026年春節檔的硝煙尚未散盡，一部名為《飛馳人生3》的賽車題材電影已以雷霆之勢席捲全國院線。截至2月27日，該片累計票房突破34.35億，其中春節檔29億的戰績幾乎佔據半壁江山，成為當之無愧的票房核彈。然而，比票房更引人注目的是片場內外暗流湧動的演技爭議、資源博弈，以及馮紹峰從百花影帝淪為工具人的戲劇性反轉。知情人士向本報獨家透露，這部戲的台前幕後遠比電影裏的賽車追逐更驚心動魄。沈騰之後再無張弛，這句在琥珀評分區刷屏的評論，道出了觀眾對《飛馳人生3》男主角的極致認可。片中沈騰飾演的張弛面對資本逼迫時拍出怒後，我賽車是為了贏，不是為了演。隨後在懸崖賽道上盲開，嘶哮着相信你將生死託付給搭檔尹正。這場戲的幕後花絮顯示，沈騰為呈現角色釋然與狂喜交織的複雜情緒，連續拍攝12小時，甚至因情緒過極導致短暫缺氧。他不是在演，是在用生命詮釋賽車手的執念。導演韓寒在路演中透露，沈騰為貼近角色，減重15公斤，並系統學習賽車理論。片中80秒手動換胎的鏡頭，要求與尹正的配合誤差不超過0.5秒，這種默契是拍飛馳一時種下的種子，如今終於開花。與沈騰的封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馮紹峰的演技評分墊底。這位曾憑《狼圖騰》斬獲百花獎影帝的演員，在《飛馳3》中飾演車隊經理，卻僅剩幾句台詞和零星過場鏡頭。知情人士爆料，原劇本中馮紹峰的角色有大量與沈騰的對手戲，甚至涉及車隊內鬥的核心情節，但開拍前被全部刪減。片場監控錄像顯示，馮紹峰在拍攝一場車隊會議戲時，曾與導演組激烈爭論角色動機，最終卻只保留了按流程辦事這句台詞。內部人士透露，資本方認為馮紹峰的戲份會削弱沈騰的主角光環，強行要求壓縮，他連試戲用的賽車服都沒能穿上。在演技爭議中，范晴晴和黃景瑜的表現卻意外成為亮點。范晴晴從《飛馳2》中清潔的麗小海，到《飛馳3》中帶傷上陣的賽車手，被觀眾評價眼神裏有了故事。片場流出的未公開片段顯示，他在拍攝翻車戲時拒絕使用替身，導致鎖骨挫傷，卻堅持完成拍攝。我要讓觀眾看到，偶像也能吃苦。黃景瑜則為飾演林津東考取賽車執照，片中帶傷比賽的鏡頭是其真實體驗賽車側翻後的即興發揮。他摔進防護網後，第一句話是問導演：這條能過嗎？這種敬業態度讓全組佩服。製片人透露，黃景瑜的賽車服內襯縫有林津東字樣，是他要求劇組定製的角色信物。儘管貓眼專業版顯示《飛馳3》累計票房達34.35億，但燈塔研究院的監測數據卻存在2.3億的差距。業內人士指出，這種差異源於兩者對服務費的統計口徑不同，但更關鍵的是，片方被迫在3、4線城市購買幽靈場票房。本報記者暗訪發現，河南某影院在凌晨3點排映《飛馳3》，場次顯示滿座，但監控錄像中放映廳空無一人。影院經理坦言，片方要求每天上報5場特殊場次，每場補貼2000元。對此，片方宣傳總監回應，這是正常的市場推廣行為，不存在數據造假。《飛馳3》上映首日排片率僅28%，但次日就升至41%，遠超同期《唐探1900》的32%。知情人士透露，某互聯網巨頭通過旗下院線強制要求排片，否則將下架其 APP 的票務入口。本報獲取的內部郵件顯示，該院線向旗下影院下發指令，《飛馳3》每日排片不得低於40%，違者扣除季度補貼。國家電影局對此回應，已注意到相關輿情，正在調查排片異常情況。
而片方則發布聲明，排片率由市場選擇決定，感謝觀眾和院線的支持。多位劇組工作人員證實，馮紹峰的角色在開機前一周經歷重大調整。原劇本中，車隊經理是張弛的暗線對手，兩人有多場關於賽車理念的激烈辯論，但最終版本中，這些情節被替換為沙溢飾演的車隊老闆的戲份。馮紹峰拿到修改後的劇本時，在化妝間摔了台本。一位場記透露，他質問製片人，是不是因為我沒帶資進組，現場氣氛非常尷尬。片方對此的解釋是，根據試影反饋，觀眾更關注賽車場面，因此精簡了文戲。隨着《飛馳3》票房飆升，沈騰在劇組的話語權顯著提升。知情人士稱，他曾否決過一場偽長與尹正的對手戲，理由是節奏拖沓，還要求將片尾彩蛋改為自己與韓寒的賽車對決片段。現在連燈光師都要先問沈騰的意見。一位攝影師苦笑，他成了片場的隱形導演。對於這種權力膨脹，沈騰在採訪中回應：我只是希望電影更純粹，賽車戲才是核心。而韓寒則打圓場，好的演員都會對作品負責，這是好事。馮紹峰的工具人命運，折射出影視圈資源分配的殘酷邏輯。一位資深經紀人分析，他去年3部電影票房均未破5億，資本方認為他扛不起票房，自然要給沈騰讓路。這種判斷在《飛馳3》的宣傳策略中體現得淋漓盡致。海報 C 位是沈騰與尹正，馮紹峰的名字被縮小至角落。馮紹峰粉絲團發起還我紹峰氣粉行動，在微博發起話題，閱讀量突破3億。他們自費包下全國500家影院的貼片廣告，播放馮紹峰在《飛馳1》中的客串片段，並配文：曾經的漂移高手，如今的背景板。更戲劇性的是，粉絲發現貓眼專業版的想看用戶畫像中，馮紹峰的關注度從上映前的18%就降至3%，質疑片方人為操縱數據。對此，貓眼回應：數據由用戶自主選擇生成，不存在人為干預。就在《飛馳3》爭議最盛時，馮紹峰突然官宣加盟張藝謀新片《滿江紅2》，飾演男主角。同時，他登上 Vogue 中國版3月刊封面，標題為《沉默的影帝》。時尚圈人士透露，這次封面是馮紹峰團隊主動爭取的，用時尚資源對沖電影爭議。在封面採訪中，馮紹峰首次回應《飛馳3》爭議，演員就像賽車手，有時要在彎道減速，有時要全速衝刺。重要的是，別忘了出發時的初心。飛馳人生系列票房從第一部的17億到第3部的34億，但口碑卻呈下滑趨勢。豆瓣評分從7.2跌至6.5，短評區高頻詞是劇情薄弱，全靠沈騰撐場。影評人毒舌電影指出，當賽車場面取代故事成為賣點，電影就變成了 4D 版賽車遊戲。馮紹峰的遭遇並非個例。據統計，2025年國產電影中78%的男2號戲份不足全片的15%，而流量明星的客串費用卻暴漲300%。一位製片人坦言，現在投資方只認2種演員：能扛票房的和能帶資源的。像馮紹峰這樣有演技沒流量的，只能當配角。針對《飛馳3》引發的爭議，國家電影局於2月26日召開專題會議，強調反對數據造假，抵制排片壟斷，保障演員合理權益。同時，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發布倡議書，呼籲回歸內容本位，尊重創作規律。《飛馳人生3》的票房仍在攀升，但圍繞他的爭議遠未結束。馮紹峰的工具人命運，沈騰的權力膨脹，數據造假的疑雲，這些話題如同電影中的賽車美艷，灼燒着影視圈的潛規則。電影是做夢的藝術，但不該是資本的提線木偶。一位資深編劇在朋友圈寫道。而在這場狂飆中，真正的贏家或許不是任何個人，
而是那個讓34億觀眾走進影院的飛馳 IP 本身。